大家哪拢都好心的，大家人哪拢都守规矩的，大家拢有善意，世界的和平啊！这个你知道，我也知道啊。但问题几千年了，为什么没有和平？这不是你讲话你就可以解决，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去改变这样的东西你看有可能去改变各位大家拢爱和平啊，大家拢互相对大家拢做好啊，那世界就像一个宗教领袖一样世界各国普京啊、习近平啊，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拜登啊，你要怎么来讲了我们全世界就和平啊。最好就是下个月就去大家合作讲完了之后，我们下个月我们就世界和平了，对不对？你讲完了，刚刚你到不回家，人要听你的话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常讲说，咱要推动母语啊，咱就安怎样是啥物件政府的甲咱来课一礼拜比赛。我这你接下回再讲再讲就人对吧？兄弟来出版台语册啊、客语册啊，其实我袂晓少年人拢就爱讲还好大家有机会讲加过来当面对面咧教你学生都无要插你你想我去全国嘅人，全世界嘅人要听你嘅话，无可能。无可能唔是讲咱咱系啥？想尽办法去改变你的心态，这心态可能改变在哪？改变可能就爱不然怎当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一辈子在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有困难，但是一辈子就是永远一辈子，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放弃咱袂使放弃不过咱也拄了这个困难我在过年嘛受这些侮辱我受了非常非常多的侮辱，可是我勇往直前。如果今天你讲了，大家讲你想的人，你想的到一人离你很远，那你到底要离你远远不差别，不会差别一尊想问你想，你来去头壳去地会所以你看变这侪当这侪咱的优势，咱的前辈变这侪当是安怎？为什么？还是我们是有前进没错，可是为什么我们进步没有想象那么快？就表示说我们要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气力来去嘛，来从事这个工作。所以我就讲啦，讲恁去打是这个，咱开始到无几档，就讲咧高等、中等的教育无几档，所以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你会遇到一部分的困境咱就要去坚持，莫失去，永远不要失去，莫不要放弃这是才是最大的力量所以说今天我们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各位都不听因为台湾为什么不合作？台湾各族群为什么不合作？那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互相的谩骂，互相的打敌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座不管是什么族群，讲的是什么话什么语言，我们台湾终究他们全部所有人，包括新移民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得很好，发展下去台湾这块土地的话，那终究他们都会成为台湾人。所以呢，我们敌对了，最后都还是会20年、30年、100年之后，还是会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能够等待，在于等待，你也必须要能够这个继续。所以呢，我在想说，我们有很多幼级那推动本土语言、本土文化非常认真，这个非常值得钦佩。我也认为说能够像我这样坚持几十年都不改变，只是策略你必须随时做改变而已其他你的意志不改变的，应该比例也不太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太多咱们听我讲，咱去弄一个做派到时人看了你就要逃掉，看了你就要屁掉，都不想要见到你这个人我们不要造成这样的人OK， 好，那接下来下一章。好，这个马勒曾经说过，传统不是对灰烬的崇拜，而是在火种的保存这个物件，伊咧讲啥物件就讲这个传统很重要那当然台语客语原住民都很重要，它有它的传统。可是呢，文化本身、语言本身，它是流动的。它为什么是流动的？因为它随时在改变。咱定定听一句话讲迄个少年囡仔讲台语半成白台语讲唔对后白讲咱正统的台语安怎样？当然，语言的发展它有一定的一个我们观察的一个标准，没有错。但是，请问一下，你讲台语也无标准，台语迄拢华语化、英语化
爱日语化安怎安怎？请问一下，你讲人讲的台语无标准，客语无标准，那我问你，你是以日治时期的台语的标准来评断的，还是以清末清领时期的台语来做评断的标准呢？还是做郑成功的时候他来的时候的台语做标准呢？啊，不，你顶上会讲我的台语无标准，因为它一直在变。我们现在的台语已经跟日治时期台语不一样，也跟大清领时期不一样，也跟郑成功时期的台语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讲说你讲了无标准啥物件，当然它有一定